心情思绪已经乱成一团。当你已经难过到心力交瘁，当你对眼前的状况已经无能为力，那么就交托仰望给上帝吧。只要紧紧跟随他的脚步，就可以重新得力。有人关心，有人可以依靠。但是，当别人已经不再那样对待我们的时候呢？现在，让我们再来